我身後就係珠海日月貝情侶路啦，你睇咁靚嘅海岸線，首付30萬就可以擁有一套4層嘅別墅，花園面積80平方。首付30萬買別墅，放喺以前你諗都唔夠膽諗。而且呢度仲要係珠海日月貝情侶路嘅別墅，可以見到上下4層，400到500個平方。然之後入戶呢度咧就有30個平方嘅花園仔，呢度係前花園。嚟到我哋屋內咧就係精裝修嘅。入戶玄關鞋櫃位喺呢度哈，入門之後就嚟到我哋嘅客廳、餐廳位置，全屋精裝交俾你，拎包入住，現樓狀態，電梯都係做好晒俾你，配有2個私家車位。呢度而家做咗平層嘅設計，到時候你可以做6米嘅中空挑高。全屋係有4間房嘅，後花園都有40個平方喺呢度，可以燒烤啊，可以種下花都夠用。家門口就係萬象匯、陽明廣場。仲有中大5院哈。